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黄豆话在台湾是极平常的食材，我们规定会食到嘅豆奶、豆腐、豆腐干、食用油，也算在菜会有嘅菜会先乱拍嘅料理，都是用黄豆话加工嘅。不过台湾九省国家嘅黄豆话，都是对国外进口嘅，甚至是饲料基备基因改造黄豆话。近介因为印度土地研究单位嘅报告讲，移改黄豆话对人体有抗癌风险。国内也常常有人提反对基因改造嘅东西。最近高雄民农区农会陆屯30位农民开作嘅10公顷来种黄豆话，韩国系菜地买下的为30年嚟嘅品种。大棒生产国产呢、安全呢、唔咩基因改造嘅黄豆话，日本消费者有冇同樣嘅選擇？好，就掉把蛋哦，好，隨便找個空間都可以。菜蔬雞蛋糕夾定風樹嘅葉，天天嘅事業甜口，忽然間也停啲後背，引起跌到天大巷嘅黃豆話。隔個將近30年，高雄市民農體系第一擺有按太面積嘅割黃豆話。對啲經驗演出，高雄市民農區農會也為30個農民開作10公頃黃豆，用1公斤50元報價訴求，大家特別拍呢上市記者會。宣布向一般消費者製作一啲量販店，讓如何買到國產的民農黃豆話。因為基因改造也安全上有很大的疑慮，所以我們希望講我們可以生產國產、新鮮、安全、過有極富營養成分的一個黃豆話，來幫我們的消費者可以安心的使用。民農人還記得30年前，家家戶戶都種黃豆話，係農家的經濟收入之一。頭擺種豆我過去了吼，一頭一頭咩，因為苦的一頭都變啊，苦的一頭會變啊，安尼，安都種豆話。爸阿公阿媽，佢後有種同人哋種，但是一個黃豆嘅唔咩啊嘅種冇相同，個飼料，以前嘅羅菇嘅頭嘅個飼料。因此黃豆話當有營養。一便宜又創業嘅輪拍者嘅來源，一反映嘅飲食地度當作看到，一民農做豆腐皮加工，建量太嚴，總共60年嘅宋賢富就講，豆腐皮、豆腐葉都當作出現啲民農人嘅作項。因為抗疫當然個苦咩，係啊豆製品啊要太薄，煮起來嗰道菜好煮，所以大概。這個豆製品就是幾隻豆皮，3支皮都可以炒一餐的啊。所以3支皮炒一餐，當然啦，唔按太薄，可以炒10個餐啊，10個散啊。所以客家人愛好食下豆皮出來。頭擺豆腐皮加工所使用嘅黃豆話，除咗自家種以外，宋賢富就留隔壁連鎖農民來買，一直到2020年，將天天改用進口嘅黃豆話。一兩10年有喲，因為人家喺台灣冇豆話嚟，台灣冇種豆話啊，嗰個豆話是按多年啦，有種轉去嘅啊，係啊，所以大家嘛用進口豆話。我天天嘅搬進口嘅黃豆話台灣貼，最係因為國產嘅黃豆話價值比進口嘅黃豆話還較貴，尤其台灣加入 WTO 全面開放農產品進口過後。國內單將存到進口嘅黃豆話。國內的這個生產黃豆的價格，從1960年代開始就慢慢的提升。那麼在早期呢，我們台灣政府還有這個價格補貼，讓農民可以種得下去。那後來這個價格補貼就取消掉了啊，所以這個生產成本呢就太高。不過因為全球原物料價勢變化。20年來，進口黃豆嘅價值也越起越高，見起嘅量比較高。豆話因起啊，起價對比啊，起唔起多嘅。所以一家10個人嚟都因起啊冇落嘅啊，都因上啊。以前一條豆話400元，現在來1000個元，一兩千元。宋賢富當日早上3點半放廠起貨無豆話。大豆粒做豆腐皮都當主張出工，就算原物料成本越來越高，用嘢來落實還係愛做。不過佢更加冇辦法嘅係，
进口的黄体味的品质，但冇辦法把握。進口嘅體味嚟，唔係講啊體味唔好嘅體味，黑白會買到唔好嘅體味，買到多品質嘛唔好。假體味啊，雖然假體味啊，應假下衣啊。譬如我嗌10件嘅體味啊，唔可以假話15件啊，16件體味下衣啊，係品質但已經濃度能打敗啦。學者就講，認證台灣進口嘅黃體味，高達93係山莊一角，一組係一旋又一旋，無包裝就裝到貨櫃度運輸，經過長達1整夜嘅船期，各加工送到消費者手頭上，足見唔似嘅。更加唔是講，一啲黃體味都係品種較差。唔係使用的等級。那么我们的这个进口的黄豆呢，那么主要，例如说8、9成都是这个散装进口的。那散装进口的呢，那么它是做沙拉油用的，然后做饲料用的哦。那但是因为它散装进口，所以它这一个整个船舱放在船舱里面到台湾来，那它的这个环境很不好，它是这一个高温高湿，所以必须要这个用抑菌剂，才不会去有这个霉菌的这个生长。照統計，台灣當年總共會進口240萬噸別嘅黃體味，其中超過93%係基因改錯嘅黃體味。學者就指出，啲歐美國家黃體味搶拿嚟做飼料、炸做沙拉油，也係食品嘅添加物。台灣殺出者拿嚟加工來食。照統計，台灣平均13年當年黃體味消費量就高達11公斤，尤其對230萬沙實在人來講，黃體味還係從業為卵白質的取得的來源。我們進口的黃豆主要是大宗物資的黃豆，我們的進口商會進來之後挑出來所謂的選豆，就是進口的這種散裝的大宗的物資的黃豆。會挑出來比較乾淨的，經過挑選的這種豆子就會給一般的豆腐、豆漿的加工業者在用。人工的基因改錯黃體味，最從其他唔係黃體味物種當中取得特別的 DNA， 表現黃體味基因度，為黃體味產生其他種的特性，像係抗寒、抗旱、抗病，亦係抗藥嘅一條。因此，太陽種植過後，可能會污染本地的作物。故所台灣到一下係做唔到種基因改錯的作物，係用傳統的改良育種來取得優良的作物的品種。因為基改還是有很多的爭議啦，譬如說它會不會污染到一些這個原來傳統的品種，那對於身體的這個食品，就是食品方面，是不是真的那麼的安全無虞？這都還有一些顧慮嘛。所以在台灣目前是沒有基改的這些作物被准許可以在田間種植。全球自1996年開始大面積種基改作物以來，基改作物對人體的影響一直無結論。台灣雖然喺2000年建立了基改食品安全評估機制，而審查基改食品係未做得順利。不過民間團體和學者都認為，研究全球已經超過1400份獨立研究文獻提出，基改食物對人體會產生罕見的風險，尤其數量最多有抗甲磷水除草劑，也對人工人員存特質的基改黃體味所殘留的甲磷水，讓人體不平的有間接的關係。現在已經有報告說，這個有一些用這個年年春的這個農民哈，那麼他可能就會罹患癌症了哈。那它有可能對我們的這個腸道的細菌呢產生干擾，那麼好菌可能就會減少，壞菌會增加。然後呢，它又會抑制我們肝臟的一個酵素的功能，那個酵素是在做解毒功能的。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假設吃的黃豆裡面的這個加磷塞太多的話，我們肝臟解毒的能力有可能就會降低。事實上，世界各國對加磷水殘留都有添標準，用台灣做例子，米做規定殘留量就唔得比0.1 ppm 較高，毛頭也最係蠻完全熟嘅黃體味，就唔得比0.2 ppm 較高，黃體味係10 ppm。進口的黃體味主要的來源國美國的規定還較高達20 ppm，台
台湾一直到去年将正式到格林水领域，并且存入农产品业上柜的检验项目。在美国呢，他们本来也是定20个 ppm， 那后来因为这个年春喷了10几年哈，他们的杂草也产生抗性，所以最近这3年，美国农民喷年春呢，它会加重它的这个浓度，所以已经开始慢慢的超过20个 ppm 了，所以这个孟山都公司就要求美国政府把这个残留允许值从20个 ppm 提高到40个 ppm。现在几个问题天天在本国人第一，国内投资品也唔係個全部用幾個嘅黃頭嘅，開始用業者強調用唔係幾個嘅黃頭嘅，將啲米農做豆腐加工45年嘅用風賣，都推出嘅幾個同唔係幾個兩種產品，俾消費者設計一套。我也是做2樣，一個是基因，一個非基因，因為個人有要求。有的人說我不知道是怎樣，是照媒體講的說我要非基因的，幾乎都是買非基因的，因為雖然價格差這樣一點，然後差了1/3啊，不過他們這樣對零售就是自己煮來吃的消費者，他們還是會比較喜歡用非基因改造的。不過當然唔係所有嘅消費者都會注意到一條細節，唔係豆腐膠嗰啲俾昆記係自己唔會呢。做完了，一般只會看它的新鮮度而已呀，製造日期而已呀。我們去注意一種細節的問題呀。現在黃豆加工過後，根本冇辦法以本出來係咩幾個嘢。食品衛生管理法就規定，攞到幾個嘅黃豆嘅量超過5%，豆製品最愛表示係有幾個嘢，105年會下修咗3%。我真認為。雖然還係比歐盟0.9%還較寬鬆，不過只要民眾重視，消費者的力量還做得改變食品業者。歐洲人對這個食品安全相當重視，所以一看到有這個基改這2個字哈，他們就不買了，所以就會造成呢，他們的這個製造商食品公司呢，不太輕易去做基改食品。不過長期關心基改食物嘅民間團體還較少嘅係，一般民眾做啲市面上一套唔係基改嘅製品，學生嘅啲學校食煮實冇好食。校園午餐是孩子在吃，是小學1年級到高中生，大部分到國中為止。學校的公餐既然孩子沒得選，那請問家長是不是可以要求我們要有得選？例如民間團體發起嘅基改食物推出教研嘅法通，不過用公司做利益，教育局雖然發公文本達至學校，鼓勵學校來用，唔係用基改來做嘅，實無任何嘅強制性。學校還係用成本來做選擇嘅考量。非基改嘅食物也係本學生喺個好嘅食物教育啦嗬。咁講以目前來看，學校嘅困難點就講啊，第一咧就非基改的食物可能就價錢過高，見目前學生嘅收費都冇按多吼，學校嘅經費問題就會一個大問題啦。要把它做全面硬性的規定哈，目前中央也還沒有這麼明確的去說啦。那我們學校的部分，它也會牽涉到說食材的採購。那你食材採購，你如果做什麼硬性的規定，沒有相當的明確的法規在那邊，那學校其實他們是會蠻擔憂。民間團體就批評，為了省錢來冇注意到生意的狂缺，係顛倒頭來做嘅。行家講，同樣是當到黃豆嘅日本、韓國、中國，雖然也愛進口黃豆嘅，不過佢哋實係供應國產，唔係基改黃豆嘅，本國人老生意來食。基於降低學童的健康的風險，那個過敏的風險，還有降低我們對於目前基改黃豆的除草劑。這個加林賽這樣子的在食物當中的殘留，我們其實是很呼籲學校的家長會，還有就是各個學校的單位開始來研議，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跟韓國、日本、跟中國的孩子一樣吃得到非基改的黃豆？現在台灣做唔得種基改嘅作物，故所託國產就聽出唔會食到基改嘅黃豆味。為了提供國產黃豆味，民農農會一早結貼啊，此款嘅福岡。不過，既然仲拖呢30年，
唔係講愛復工就做嚟復工，無論種嘅技術、買嘅通路也掉，都要重新來建立。因為農民對一個種黃體來講已經研究無種嘅，所以心底邊慢慢強強啊。剛剛種到嘅以後，天有人買嘛，過天要好種嘛，其實喺管理方面啦，哈，有乜個問題嘛？在過去30年前，台灣就很完備嘛，可是呢，你不種了以後，就整個就散掉了，所以我們必須要花更大的力氣，從頭把它建構起來。因為係第一擺復工。民農農會開作嘅10公頃黃體圍田丘，所生嘅前期無馬農藥，按說第市面上賣價值也比進口嘅唔係幾個嘅黃體圍貴嘅4倍。不過民農農會相當有信心，因為有為第一擺嘅經驗，農民當家做咗把握黃體圍種嘅技術，只要消費者肯托比進口嘅黃體圍更加cheap、更加安全嘅國產嘅黃體圍。農民就會更加有意義，重新種黃體圍。